佛家所講嘅心理改造同建設。第一，明白因果同輪迴。首先我哋要知黑白業，即係去了解六道眾生點解會有唔同嘅果報。簡單啲講，呢個係對人生種種不公平現象嘅一種解釋。例如話，點解埃塞俄比亞嘅災民生活得咁慘，反而一啲所謂嘅神牛待遇仲好？呢啲睇落好唔公平嘅事，如果你明白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同埋業力因果嘅複雜性，你個心就會釋懷好多。當你明白咗業力，就會進一步了解輪迴。你會觀察到喺六道裏面，無論輪迴去邊一道，本質上都係苦，分別只係在於苦多定苦少，苦大定苦細。因為咁，我哋先會產生想離開輪迴、追求解脫嘅心。二、體會壽命無常。雖然知道要修行，但好多人偏偏中意拖延。有人會話：我仲後生啫，仲有大把嘢要做，不如等我退休之後先學佛啦。又有人會話：我想養個清靜地方先專心修行，所以我依家要賺一大筆錢先，有咗錢先可以無後顧之憂。呢啲諗法其實係因為未真正體會到壽命無常，所以密宗要求初學者要時時提醒自己，生命可能聽日就結束，只有體會到人生無常，今日先會識得精進修行。以上呢三項前行可以話係初步嘅心理改造。第三，認清緣起法。至於能夠明白緣起，就係屬於心理建設。如果你明白所有事物同現象都係睇客觀條件，即係佛家所講嘅緣係咪成熟嚟決定佢哋嘅生滅，你就自然可以建立起諸法無我同埋諸行無常呢啲核心觀念。所以話，如果你係有心學佛嘅人，千祈唔好忽視呢幾項前行功夫呀。